今仔日讲道题目是“想决定生死掌管命途”，请庄牧师。当全世界真侪教会伫礼拜日拢无法度面对面做伙做礼拜时，感谢上帝，互咱还阁有机会，大家三见面，阁做伙做礼拜。当有人破病，连喘气都真困难的时，感谢上帝，互咱有健康甲平安。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天顶的上帝保守。在座兄弟姊妹，后礼拜咱阁平安三见面，也愿天父上帝，伊用伊的平安来保守咱每一个人。亲像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内底，这个主角但以理，上帝伫伊真危险，互国王甲伊等入去一个关西的房间的内底。伊虽然在狮子群当中，但是上帝保守伊平安。最黑暗的关系，亲像好狮伫咱的身边，好亲像要吞食咱，要伤害咱。愿天顶的上帝照顾咱每一个人，享受但以理的平安，嘛享受但以理的信心，建立但以理的信心。我要邀请咱伫领受上帝圣经的话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知影，是你掌管阮的活命，阮的喘气，阮的意念，拢在伫你。甚至你嘛掌管阮的运命，阮的前途。所以今仔日阮听到2559年前所发生的故事，求天父上帝，互阮认真来思考。你真正是掌管阮生命的上帝。虽然阮连喘气，这项真简单的代志，但是阮有时却忽略伊。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帮助阮伫今仔日，互阮重新举头看到，虽然过去阮忽略你，但是今仔日阮宣告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上帝。愿伫你的面前，确保你的话，求你甲阮三合地地，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看到一个国外的新闻，一个老阿公，儿子送90几岁，伊破病了后好起来，伊感谢上帝，伊伫咧哭，医生看到伊咧哭，甲伊安慰讲：你免烦恼啦，迄个医药费虽然遮尔贵。你毋免烦恼，才来想办法。伊讲我毋是为着这条医药费咧烦恼，我是咧感谢上帝。伫我一生中间90几年，我所喘气，迄个空气拢免钱。但是到当我进入到病房伫看病的时，我才知影讲，我一日来用偌济钱来喘气。伊讲我是咧感谢，我毋是咧烦恼。兄弟姊妹，有时咱伫平安的时，并无了解讲，掌管咱活命的就是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愿今仔日这个故事帮助咱，引起咱安静来思考。你敢已经相信肯定？今仔日咱做伙做礼拜咧听的这个圣经的启示者上帝，你伫一生中间想一个基督徒，你所咧追求。你的军队甲瓦靠这个上帝，伊真正是掌管你的活命，也掌管你的前途。牧师要甲恁提醒，恁还阁做少年，但是已经到应该会当明白上帝甲恁的关系的时刻。恁还会记得今仔日牧师用但以理的故事甲恁提醒，上帝要保守恁的生命到永永远远。今日圣经讲，掌管你的喘气，迄个喘气代表灵魂，代表肉体。人活是一口气，若袂喘气，人就死。所以
伊代表讲耶和华是掌管咱的上帝。第二，这个上帝掌管恁头前所要行的路。圣经甲伊翻译做命途，有人甲伊翻做道路。伊真正意思就是，上帝掌管恁的前途，甲将来恁所要行的道路。你还阁少年，恁拄拄开始咧找讲，到底我的将来要成做什么种的人？认真祈祷，因为但以理对这少年就肯定，耶和华上帝是伊一生的上帝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做伙用这个古早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发生伫2559年前的10月，梁牧师你才知。圣经也无写，但是写伫巴比伦这个古代的古早这个王朝的内底，因的历史册顶悬清楚记这个故事。这个国王叫做伯沙撒。今仔发生的故事就是，这个人就是巴比伦王朝最后的一个国王。当这个故事发生了后，伊马上就死，然后这个王朝就结束。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。恁知影巴比伦王朝听起来，恁应该知伊是一个古代足请赢的一个国家。伊伫两河流域，伫中间上回沃的，这个两个两河流域中间，这个所在真强的一个国王。伊的爸爸叫做。歹势，我形容无写煞袂记因爸爸。伫圣经尼布甲尼撒王，尼布甲尼撒王出现有几摆，所以伊的爸爸是尼布甲尼撒王2世。愿天父上帝用这个故事帮助咱，伫一个古早的王朝，伊伫巴比伦这个所在，后来上帝兴起波斯，波斯伫人类的历史中间讲是超级王国。亲像蒙古同款，伊是一个跨越人类的5大洲真侪个版图的中间，包括罗马、包括波斯，拢是真强的国家。现在故事咧讲起上帝用波斯灭巴比伦，逼杀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看见上帝，伊的老爸尼布甲尼撒王将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给掠来巴比伦，伫巴比伦做奴隶。但以理就是做奴隶，甚至有人讲伊是成做一个被阉割的这种的太监。但是伊横跨3个国王，伊甚至伫巴比伦王国了后，伊继续做波斯国王的首席顾问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智慧。第二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能力。但以理这个人死了后，波斯的国王厚葬他，尊崇他，所以带你波斯国王甲伊真尊敬，甲伊带起来。无拍算等伊死了后，将近2000年，蒙古王朝中间有一个国王，特别对巴比伦伊的墓的内底，摕伊的骨头带到伊的首都，因为。伫古早这2000年内底，真侪人传说，什么人若得到但以理的骨头，就亲像舍利子，伊一定会大好嘢，伊一定成做一个有能力的人。但以理不但记载伫圣经，伊嘛真正伫人类历史中间，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所以当这个伯沙撒，伊有一日咧啉酒的时阵，这就是恁看到这个绿色牧师，互恁看。巴比伦王朝有分古早的巴比伦，后来新的巴比伦。新的巴比伦足短，差不多无到100年。伊伫主前626年到主前539年，所以牧师才知影讲为什么2559年。因为对公元2020年你甲推算起来，就是2559年。迄个绿色的板块，就拄就是古早的巴比伦。你会看到阿拉伯海是上下骹阿拉伯海，后来伫这边就地中海，所以伊伫亚洲的最东方，伫这个欧洲的最西方，这个国家伊伫当时国家真大。但以理这个人的名叫做 Daniel， 恁捌听过英语人有人叫做 Daniel 无？ Daniel，
其实丹尼尔是真正对希伯来语来，后来转做翻译了后，迄个音足共，所以连英国人、美国人，因嘛有当时因甲因的后生号名叫做 Daniel。Daniel 这个名意思叫做 Danny，L 就是上帝 ，Danny 就是审判，上帝审判。所以我一生的结局，什么人做最后的决定？我的上帝。所以，不是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，嘛不是巴比伦的国王伯沙撒。所以，伫这个国王的下面，我不卑不亢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上帝。所以，但你就是这种的态度咧过伊的生活的人，所以才会当横跨三个国王。伫三个国王的中间，伊甚至到有危险的时候，国王甲伊恐吓，大臣甲伊恐吓，不得不从等入去迄个西hed但是伊嘛无拒绝，因为伊相信死就死嘛。但是我相信上帝会救我。如果伊若要救我，死就死，因为肉体的死亡甲永远的活命袂当相比。所以，但你是一个敬虔、信靠上帝的人，所以伫黑暗的世代，伫面对一个帝国甲国王的面前，伊讲上帝的审判的话。所以今仔你看到这张，拄则迄张图，等下咱会佫出现。所以但以理伫这个王朝巴比伦的中间，伊宣告一句话：我的上帝是亘古长存的神，我的上帝是对永远到永远的上帝。今仔日的圣经23章，伊讲伊决定人的生死，掌管人的一切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我用这段圣经甲这个故事，要邀请兄弟姊妹。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，你免答应牧师，但是你爱认真思考讲，你敢愿意接纳这个耶和华，做真正你将生命仰望的上帝。当你若认捌伊了后，你会知影讲，伊真正是掌管咱的生命的上帝，对咱少年到一生的路陪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咱在座每一个人，包括咱的囡仔、少年人，有但以理的信心，嘛有上帝所予但以理的稳定，伫到恁一生的路way。主帮助咱，因为但以理伊虽然是一个互人阉割的太监，但是伊迄种的信心赢过一个帝国。咱虽然无拄到这种的这种的强权下面的影响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灵魂永远不被恐吓，求天父上帝保守互咱的信心。所以当上帝出手，伫一个咧吃花啉酒，国王真请赢，啉到一半，佫叫人去，你去仓库内底将迄个耶路撒冷所抢过来，迄个礼拜堂内底咧敬拜上帝遐金银的杯啊！摕来倒酒，毋知死活，因为伊毋知影讲耶路撒冷的顶悬，伊的上帝叫做耶和华。但是事实上伊知影，所以但以理才甲伊讲：你明明知影呢，但是你无甲伊当作上帝，你阁甲伊踢笑，你用敬拜伊的礼拜堂的礼物，遐所有祭品遐物件、神圣的物件，你阁摕来啉酒夸口。为什么但以理讲你明明知影？因为尼布甲尼撒王，伊嘛看见一个梦，伫迄个梦的中间，上帝责备伊的骄傲。你若倒去重新看但以理的故事，伯沙撒的爸爸，伫迄个梦的中间，上帝责备伊的骄傲。上帝甲伊讲：我要驱逐你，你要7年，亲像乞食同款，流浪伫旷野的中间。真做一个精神异常的人，果然尼布甲尼撒王真正伫7年的中间受上帝责罚。7年了后，上帝予伊重新倒来掌管伊的国度。尼布甲尼撒王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伫上帝的面前学着谦卑的功课。但是伊的囝明明知伊的老爸所拄着的上帝，但是不以他为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千万唔通明明知影伊是上帝，
却是暂时无上帝。注意听，咱明明知影上帝存在，但是有时假无意讲上帝看袂到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暂时无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故事，互咱会通伫主的教示的内底，对咱的灵命、对咱的态度有造就、有帮助、有改变。今仔即句话，伊讲米尼提起力，乌法尼心。这三个米尼舍起力、提起力法尼心，拢是当时咧称物件的，咱咧讲华马，称推也好。米尼大概是50个、60个舍起力、提起力。伫圣经内底咧讲银一舍起力有无？迄个重量舍克勒，伫即个所在叫做提克勒。米尼本身就是大概等于50-60个提克勒，法尼辛就是一半。咱咧讲就是50仙甲1箍这种的意思。米尼这个字本身，甲旧约的内底玛纳，其实同样一个字根，伊的意思拢是数算。所以食玛纳的意思就是，当我咧食玛纳，就是咧算效上帝恩典。米尼嘛是算效，就是称推咧算效有偌济价值。所以上帝用伊的镜头写伫壁的顶端，写这3个字：米尼提起力甲法尼辛。这个人当然看无，因为上帝用阿兰文，就是犹太人咧用的一个希伯来语，伊甲伊写伫壁的顶端。所以国王着惊的中间叫但以理来，但以理看到了嘛着惊，头仔毋敢讲，但是不得不讲。所以但以理甲伊讲：国王，你的人生到今仔日，你的生命上帝要结束。这是一个真困难对国王讲的威胁的话，但是依照上帝的话讲，伊讲上帝已经算效你国家甲你的王朝甲你的年日已经结束 ，game over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上帝阁继续甲伊讲，因为我将你放伫称推的顶端，你亏欠我的荣光，因为你骄傲，因为你随便，你用敬拜我的迄个礼拜堂的灯台，迄个酒，迄个毋是酒杯，迄个杯啊，你摕来，互你的大神，甲你的厝内的人。伫遐车花啉酒，你真假笑呢？所以上帝讲，我要互你的国家分裂。伊讲法尼辛的意思就是讲，一提克勒1箍，甲伊掰做5角，意思就是讲我甲你拍开。但是迄个字根本身甲波斯是同一个字根，所以是一个预言，就是讲等我甲你掰开的时，有一个人要来掰开是啥物人？就是波斯人，兄弟姊妹，这是真的故事。虽然咱读的只有读到圣经，但是这个故事嘛记载伫中东真多的这个国家的册。后来这个波斯比伊更较大，即摆你看，包括亚洲真多这版图。波斯的这个国王是啥物人？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拿阿的大囝闪的后代。所以，无怪中东真多的这个历史文化血缘，拢甲亚伯拉罕、甲以色列人参切切，家做伙规定。因为对圣经的起头真多故事，因着做伙共存，发生真多的代志。但伊甲伊讲，国王啊，你是你的爸爸的囝，你是你的阿公的囝。为什么伊讲会当翻译做囝甲孙子？拄则我有甲你讲，尼布甲尼撒王2世有无？尼布甲尼撒王1世，意思是讲，无论是你阿公，无论是你的爸爸，你伫因的身上，恁拢知影一项，就是因为因捌侮慢上帝，所以因人生拄着困难，但是后来上帝赦免伊。伊讲你明明知，但是你无愿意谦卑。兄弟姊妹，我特别为恁读这段圣经。诚做恁的牧师，诚做恁的兄弟，互牧师提醒恁，
伫上帝的面前爱存敬畏甲谦卑的心，因为对永远到永远，伊是上帝，知吗？你若愿意信上帝，你坐伫即个所在才有利益。除了你信上帝，若无你伫即个所在坐100摆的礼拜日，嘛无拄伫你的灵命的顶悬，带互你敬虔的心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咱，因为咱的心无简单。约沙撒伊夸口，上帝算什么？去仓库内底，甲耶路撒冷所抢来遐个金器、遐个杯啊盘摕来。咱今仔阴暗要食青草。上帝伫迄个所在责备伊，伊讲：你无敬畏我，你敬拜偶像。伫今仔夸口，你是一个国家的国王。你无将荣光归予耶和华上帝。迄个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？手中有你的气息，管理你一切的行动。这个行动原本的意思，就是管理你头前要行的道路。意思，咱的生命的标所插的标，什么人决定？箴言19章内底讲：人心筹算，唯有上帝立定。你会当计划，你会当民望，你会当孝修，人心筹算，但是什么人成就？都只是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同齐来经历这个出手写伫壁面，美年这个上帝，伊嘛出手换伫咱的生命顶悬，伊要扶持咱，伊嘛要掌管咱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每一个人，拢真正恭敬将咱的生命通过祈祷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这是我的一生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敬拜你，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。阁有兄弟姊妹，唔通亲像伯沙撒，上帝圣殿分别做成的物件，拢是神圣，唔通亵渎、污慢，亲像伯沙撒。上帝所分别做成的物件，人看袂到。但是上帝，伊不管是拢知影，咱怎样来使用伊的礼拜堂。所以耶稣伊要上十字架进前，伊做一个真要紧的祝福，甲整顿。伊到圣殿的时阵，伊赶出去，甲礼拜堂、甲宗教团体当作做生意的团体，耶稣责备因。这个故事咧讲起。互上帝的圣殿真做圣殿，互上帝的教会真做无世俗化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无所不知，咱的上帝掌管咱的生命，甲咱的行动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，通过今仔这个故事，甲咱讲3项代志。第一，咱定心认真思考。你敢愿意对你的心内对上帝讲？上帝对永远到永远。虽然我心中也有无清楚，也有烦恼，也有犹豫，对信心无明白的事，但是我要用你做我的上帝。我要认真伫我一生中间来追求，认真来认捌你。虽然我有真多代志无明白，但是求你帮助我。第二，咱无伯沙撒的遗憾，明明知，却是不以为然。有真侪人伫人生中间，就是过一天算一天，伊明明知，但是无注意，随便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保守陪伴恁，互恁对少年到一生的路尾，到真正的尽头。耶和华永是我的上帝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愿恁的人生到面对上帝的时，你讲感谢上帝，我的生命没有遗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
通过咱作为当心所读、所听的圣经，也通过圣神伫恁的心内做工，开恁的目睭，互恁看见上帝，互恁对心中真正看到伊，互恁看到伊为着恁所想事的愿望，也互恁对恁的人生的中间真正去经历到伊伸手，互恁有快乐。阿免吗？求天父上帝带咱读圣经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，咱真清楚知影讲，会当认捌上帝，会当敬拜上帝，是一个非常受祝福的代志。你也这恁有感觉吗？我到这个年龄，上帝开我的心，互我有一个感谢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无遐尼强的家族意识，但是到今仔这个年龄，我感谢上帝，互我的家族带我认捌上帝。我嘛要甲恁讲，直到今仔日，上帝无愿我收回伊对我的阿祖应允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对恁的应允，要到恁的行行顺顺。对到今仔日，我的上帝毋捌互我见笑，嘛毋捌互我丧香欠亏。我的上帝毋捌愿我收回我的阿祖、我的阿公、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，上帝互因的祝福。牧师要甲恁讲，恁爸爸妈妈，上帝互因的祝福也会临到你们的生命当中。兄弟姊妹，是毋是？上帝祝福恁，到恁的囝儿，到恁的孙，甚至到恁看袂到的干仔孙。这就是犹太人，这就是但以理。你甲想，当这个王朝拢过去，当但以理死了后，中东地区遐民族，包括蒙古族，包括波斯族，真侪人还咧传说，这个但以理的上帝赏赐伊能力，所以我来当摸着伊的骨头，我来当有一块上帝予伊的肉体，我一生要成做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毋是敬拜但以理的骹头夫枕头啊，是敬拜迄个看袂到的保守但以理的天顶的上帝。主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每一个人伫你要离开礼拜当进前，请你认真思考了后才离开。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活命吗？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家庭吗？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事业吗？继续问落去，我有甚么需要上帝掌管？主啊，将我生命中间上宝贝，就是我的运道，我的命道，我头前所要行的道路，我头前一切计划，拢在你上帝你的手中。求主祝福咱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伫伊的灵命中间。咱通过圣经看到上帝，咱通过教会祭旗搁活者看到搁活，咱看到上帝伊对生命的权柄。咱通过圣经，通过祭旗，咱对心中讲：何山啊，哈利路亚！我的上帝和耶稣搁活。何山啊，哈利路亚！我的上帝要互我搁活。主帮助咱伫每一摆的礼拜，拢得到造就。你要问牧师讲，牧师，我要怎样建立这样清楚的信心？人的生命就亲像对国民学校、初中、高中和大学，咱的生命每一个阶段的功课。你若较无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，成做一个hình幕，你要问但以理的信心、智慧、上帝的恩赐甲伊撒甲地地。你对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但以理有，我嘛要有，这叫做较无。你看到这个圣经的中间，你有一个感动，讲上帝啊，你对古早就是上帝，今仔日嘛是上帝，将来嘛是上帝。主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互我经历。经历就是当你较无祈祷的时，你甲上帝讨。主啊，我虽然未堪得，我嘛无有任何物件通甲你交换，遐尼宝贝你的权能。
但主求你，互我知你是我的上帝。今仔日咱的祈祷词最后一句话，恁倒只读。这个祈祷词是恁做礼拜进前爱读的，毋是今爱读。这个祈祷词是恁做礼拜了对会使去读的祈祷词。伊讲，互人知你是我的上帝。也即你的上帝，敢有互人看见？伊是你的帮助。对较无够经历，通过经历，咱才忽然醒起来讲：哎呀，原来我的上帝甲我三甲伫地。当你到认捌了后，你就欢喜拍开你的心门，你嘛愿意屈下家己谦卑，就亲像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，当伊经历了7年的精神异常，流浪亲像乞食，伊醒起来了后，伊伫上帝的面前谦卑家己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无拄着精神异常。才需要来信耶稣。伫咱平安的时，咱犹原谦卑伫伊的面前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个金句就是教会为恁的祈祷。我嘛答应恁，我要常常用安尼替恁祈祷，求上帝开恁的目睭，互你我咱每一个人，拢真正看到上帝，好冇？虽然咱毋是用肉体的目睭，但是咱用咱的灵魂看到我的阿祖的上帝。无互我失望，我的阿祖的上帝直到今仔日，也无收回伊对我的阿祖所回应的应允。我的上帝是一个历代伫希伯来人因的生命中间永远没有缺席的上帝。求主甲咱三甲伫地，有所书第16章。牧师甲教会常常提恁的名做祈祷，求主耶稣基督咱的上帝，求天父上帝，主耶稣基督的天父，将圣神赏赐互恁，互恁真正认捌，互恁真正知伊是上帝，并且开恁灵魂的目睭，互恁看见什么？互恁看见上帝的竞选恩召，上帝。叫你来就近伊，就亲像牧者叫羊群来就近伊。上帝出声叫咱，伊要互咱得到什么？得到伊的恩望，看见伊所无比丰盛的画面，佮看见什么？19节，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显明的能力。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要彰显能力，现在你相信吗？甲主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伊是掌管咱的喘气，伊是掌管咱的造物、运道、命运的上帝。那你如果相信伊是这种的上帝，也即，请问你我咱需要做什么？如果伊若是真正是上帝，兄弟姊妹，请问你的人生需要做什么？我要甲咱分享几项代志。第一，如果你若相信耶和华真正是上帝，咱所需要的就是尊主最大，将上帝摆伫你的家庭中间上重要的地步，将上帝摆伫你人生中间上重要的地位。注意听哦，特别要出社会的青年。伫恁要踏入社会进程，恁若尊主最大，恁的一生所做所行，上帝要高兴。主帮助咱，互咱敬畏伊是真正的上帝，因为伊掌管咱的活命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长岁寿，代表伫生命中间每一日有上帝的权能，甲伊的平安，这就是幸福。伊既然是掌管咱的命途，既然是掌管咱的前途，伊既然是为着人所陪伴，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心嘛受袂到，迄个好美的上帝，兄弟姊妹，咱头前就是上帝所有比恩望甲丰盛的画面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
对今仔开始，咱警醒咱做基督徒的身份，不要明明知道却轻忽随便。有真侪人做基督徒并无足认真，牧师无要甲恁责备。有真侪基督徒因过基督徒的生活轻忽随便，这毋是今仔才有。圣经中间咧讲一个人，伊将大囝的名分为着一碗红豆仔汤都卖掉，有无？迄虽然是一个足好笑的故事，但是恁敢知？迄个故事的背后咧讲起人的生命对家己的身份的尊重，清清彩彩。无敬畏上帝，无尊重家己。一个尊重家己的人，话袂凊彩讲；一个尊重家己的人，代志袂滥散做。有人看见，无人看见，伊拢照起工，因为伊知影有咧上帝咧看。所以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就是通过这种的警醒，你的生命有改变。不要故意忽视上帝的存在，因为咱若故意暂时无上帝，咱就要愚公黑暗。圣经讲的，愿天要上帝帮助咱，咱认真做基督徒，上帝嘛要认真祝福咱，使用咱，互咱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互人知，你是伊的镜子。主干咱三个地带。看见上帝的权柄是一个无可推诿的罪。对圣经创世纪啊，迄只蛇甲夏娃讲，看见上帝的话，看见上帝的命令，其实迄个故事背后就是咧讲起，看见上帝的掌权，迄是一种生命中间最大的遗憾甲损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所以但以理伊明明甲约瑟说讲，上帝爱我，甲你讲，你明明知影我是耶和华上帝，但是你骄傲、不满、随便，你竟然敢用我的礼拜堂内底圣洁的器具摕来啉烧酒，夸口你是巴比伦的国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好好善用，毋是得等教会内底的一针一线。兄弟姊妹，伫你圣殿内底分别最圣的生命，无搁该交互外面的世俗人来看见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恁对恁讲话，互咱伫今仔日礼拜归荣光互上帝。因为保罗讲，对古早上帝创造天甲地，上帝的权能。上帝圣洁的本性已经充满伫宇宙的中间。虽然有个人还阁毋知伊的名叫做耶和华，但是看到天的天，伊就看到人的谦卑，对无？伊讲浩瀚星河，就宇宙遮尔大，每一个到暗暝的时，我看到天顶的星的后壁。当我看到一粒大星，我搁认真来看，我就搁发现，迄粒星的后壁搁有星，永远看袂尽的宇宙的大。所以保罗讲，人明明看见上帝，无通提示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对咱的生活、身边大事小事看到上帝的存在，就亲像德蕾莎小女伫一个乞食的需要，看到耶稣对伊的呼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亲像保罗的责备。愿德堂教会大汉的囡仔，每一个囡仔拢敬畏上帝，明明认捌上帝，嘛真正敬畏伊，尊重伊的名，无计较。因为咱看见无注意，随便凊彩。随便凊彩的人，保罗讲什么？因为心思意念被变做空空，因为心思意念被真的空空。古早咱的台湾话讲头壳空骨里，内底无底宝贝，拢底迄个空空的物件。伊要互人的心什么？黑暗。人的邪恶，人的虚假，是因为内在无真实、无良善。无上帝的光，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
咱对上帝的话细致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的心思意念毋是空空，互我的心清气，心手清洁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我无忽略上帝你的权柄。上帝伫咱个人掌权，上帝伫你的家庭嘛掌权，上帝伫咱的教会嘛掌权。所以代表讲，愚公的人心内无上帝，目睭嘛无上帝。当基督徒，伊的目睭若无上帝，伊的心内若无上帝，伊就叫做空空的人。主帮助咱，上帝恩典毋通看轻。上帝所予你的生命，毋是干那像我红豆仔汤会当买。我伫读新学院的时，阮的老师就捌一摆甲我问讲：你的灵魂值偌济钱？一个叫做吴文牧师，伊问阮做新学生这学生，伊讲：你的灵魂，你的品格，偌济钱会当甲你买去？我的老师伊的意思就是，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无价之宝，无任何的价销、价钱会当买咱的良心，买咱的灵魂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世事无像是白沙撒，亵渎伊的教诲，忽略伊的话，看轻上帝甲你的关系，看轻你做基督徒的本分甲身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愿咱的生命伫在帮中讲起伊的荣耀。这是今仔日礼拜的结论。用我的一生，互人看见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但以你几千年来，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甚至真侪神的人，真爱甲因的囡仔合作。Daniel，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以撒的上帝，是雅各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互人知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伫阮中间，互人知你是得当教会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充满你，陪伴你，互恁的家庭，互恁的事业，互恁的人生，互人看见你是耶和华的儿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掌管阮的生命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明明看见你，互阮无搁再犹豫，互阮有这个神圣的福分，阮会让灵魂中间看见上帝你的荣耀。也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真侪主耶稣保护、洗清、分别罪成的基督徒。对今仔日开始，阮的生命就是你的圣殿，伊无搁再做车花宴乐，做生理追求利益的空间。主帮助阮，阮愿意伫你面前。恭敬来跟对你，你掌管阮的生命，来掌管阮头前的路站。所以将阮教会这每一个囡仔拢交伫你的手中。阮期待将来因会当为上帝来活。所以为着将来要成做你的路用，求主你的圣神对因细汉的事，就充满因，互因有智慧，互因有圣洁。互因一生分别做成，敬畏上帝。主，这是阮今仔日的礼拜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